今次嚟倫敦開我嘅完整的我音樂會，我自己就會覺得我未必會喺驚喜上去考慮咯，即係我未必會揀一啲你意想唔到嘅 cover，或者係唱一啲大家意想唔到嘅歌曲，因為畢竟我第一次嚟倫敦開音樂會咧，我好想盡量帶一啲我比較耳熟能詳、大家比較中意聽、最期待嘅歌曲，我希望都能夠喺今次音樂會唱到俾大家聽咯。見到當地嘅著名街頭藝人 Valentine 嘅 statue 攞住繁星嘅歌詞嗰一刻，第一個感覺真係好感動同埋好驚訝。我記得有好多朋友都有 send 俾我睇啦，咁而且嗰句歌詞中文嘅喎，而且仲係繁星裏邊，我覺得最有意思嗰一句。都好希望喺倫敦嗰一帶能夠經過見到識得中文嘅朋友去閱讀到嗰個歌詞，都可以帶到俾佢哋一份力量。完整的我如果開完倫敦站之後，仲想帶咩地方呢？見到有啲歌迷又會反映話多倫多啊，即係可能加拿大啊，跟住可能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即係可能比較多聽廣東歌或者係華語音樂嘅朋友嘅地區。因為畢竟我又冇英文歌，希望係保守啲去啲多華人嘅地方先咯，係啦。